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8月初4，诗篇143篇7节安尼讲：上主啊，求你赶紧应答我，我的心神听候你到要分去，毋通面越走毋插我，才免我亲像死去的人。三甲来祈祷，愿所听候要紧紧应答阮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阮生命的倚靠，你是阮危难中的避难所，你是对敌攻击阮的时的盾牌。主啊，我要专心来倚靠你，我要将阮的性命交托你，因为你要用带领的手来保护阮，阮也要来秘伫你的膝骨下，通得安然自在。主啊，伫阮的困境中，求你赐下同在甲安慰，求你用疼扶持阮，互阮的心有平安。主啊，阮心内苦痛，你拢知，求你赶紧应答阮，阮的心神听候你到要分去。主啊，求你毋通面越走毋插阮，才免阮亲像死去的人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